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1月12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0篇第1节到11节，以赛亚书22章第15节到25节，加拉太书第1章第6节到1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福音的呼召。基督教讲到信仰啦，当然是讲到得到福气，就亲像犹太人同款，因看重上帝所应允的祝福，但是咱应该讲因伤过看重，所以却忽略着上帝互亚伯拉罕的呼召。其实基督徒的呼召比单纯的蒙福更较是基督徒的本质啦。因为基督徒必须要脱离门徒的阶段，更较是要脱离迄种信徒的阶段，然后呢，就要慢慢进入伫迄个使徒的阶段。使徒是啥物？就是讲基督徒要领受着呼召的使命，成做一个受差遣的基督徒。换一个角度来讲，若是一个无呼召的基督徒，就袂话通称做基督徒。耶稣基督甲门徒所讲的，圣经记载讲，耶稣行靠活因，就对因讲：上帝已经将天顶、人间所有的权柄，拢赏赐互我，所以恁着去，互万民、万国拢成做我的门徒，奉爸子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并且教示因遵守我所互恁一切的命令。会记得我常常甲恁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这是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这是咱通常咧讲基督徒的大使命。以赛亚书22章所记载的经文是接续了着头前所记载，就是上帝用伊的大气力来终止着巴比伦国家所带予人民其他的人民的痛苦。因为亲像圣经的记载安尼讲守望的人讲：主啊，我日夜伫遮徛。忽然有骑马的兵两个起来，守望人报告讲：巴比伦倒啊！因所崇拜的偶像拢去互讲碎伫地上啦。上帝互巴比伦来倒去，才着安尼来保守以色列人。圣经咧记载讲：我的以色列同胞啊，恁一向亲像胎仔内底去互胎的麦仔共款。但是现在我要甲恁讲一个好消息，是我对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的遐听来。但是蒙恩的人却袂记得献上感恩，袂记得必须爱顺服上帝。因此上帝呼召另外一个人。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讲：至高的上主万军的统帅，吩咐我去见公正的内务大臣色伯纳，甲伊警告：你是甚物人？竟然伫这个山边的磐石中，为着家己来挖坟墓。你家己掠做家己是重要的人物，但是上帝要甲你捡起来，要将你塑做一团
骗去迄个大国去，你要死伫遐，死伫你一向掠做荣耀的战车的边啊！你侮辱着王室，上主不准你坐伫官位，要甲你救落来。上主对西伯勒讲：迄个时阵，我要将我的仆人希律家的以利亚敬调来，我要摕你的条服互伊穿，摕你的腰带甲伊戴。我要将你的权力拢互伊，伊要亲像老爸一样看顾耶路撒冷甲犹大的人民。我要将大笔王朝的锁匙互伊，伊所开启的无有人会通关，伊所关的无有人会通开。我要将伊安置伫稳固的所在。用亲像顶啊顶甲安一样，伊的全家要因为伊来炫耀，但是伊厝里的人甲亲情要诚做伊的担当，因挂伫伊的身上，亲像鼎话啊、签啊挂伫柴顶啊共款。有一天，遐会稳固的柴顶拢会去互斩掉剥落来。挂伫顶仔顶悬的物件也拢要摔甲碎样样。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啊！上帝因为识别了无谦卑伊家己掠做真重要。上帝就呼召另外一位来成做伊的仆人，成做迄个代替的人。上帝宣告要将迄个条幅、将迄个位、将腰带、将权力、将拢要除掉，来交互迄个会通领受呼召的人来接受。所以基督徒应该爱成做迄个受呼召福音的使者，爱成做迄个领受福音的呼召的人。因为上帝呼召咱的目的，就是要互世间人，应该是讲所有的人，拢会通透过咱的服侍，会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甲救恩，这是基督徒的责任。因为当时上帝呼召拿阿做大阵的时阵，事实上，这个救恩是要互所有愿意悔改来转向上帝的人，但是人拒绝。当时上帝甲亚伯拉罕讲到索多玛时，也愿意赦免所有人的罪，只要其中有10个义人以上。但是伫遐却无。虽然咱看到因的情形无共款，但是咱也看到拿阿甲亚伯拉罕因两个愿意领受福音呼召的人，就正做迄个要互人得到福气，互人得到利益的人。也亲像摩西当初时并无坚持我好就好啊，伊却选择放弃王室真绕道的生活，选择甲奴隶的同胞徛做伙。后来又搁得到上帝呼召，正做以色列人的帮赞，会通出埃及，带领因进入伫迄个应允之地。但是总是有人会弃杀上帝的呼召，亲像咱看见罗德的太太，伊为着顾念过去的生活，或者是检查伊放袂落过去捌拥有的一切，
所以回头就失去了救恩。保罗互加太地区正教会基督徒的批信安尼讲着：哇，真着惊！恁竟然遮尔简单，就放杀了正着基督的恩典，选调恁的上帝，去对另外一个福音。其实并无有另外一种福音。我安尼讲，因为有人来甲恁搅扰，想要改变基督的福音。其实任何一个人，就算是阮，或者是天顶来天使，是要来恁传另外一种福音，甲阮以前所传的若无共，伊就应该受咒诅。阮已经讲过啊，现在我搁讲，无论什么人，若是要恁宣传另外一种福音，甲恁进前所领受的无共，伊就应该爱受咒诅。我安尼讲是要来得到人的恶乐吗？毋是，是要来得到上帝的恶乐。敢讲我想要来爱人的欢喜吗？如果我有缘想要互人欢喜，我就毋是基督的仆人啦。保罗强调基督徒的呼召，毋是要追求人的欢喜，应该爱是来追求上帝的欢喜。伊用上帝呼召做标准，若无的时阵就是得罪上帝。保罗嘛用家己做例，劝勉基督徒着爱领受福音的呼召，成做福音的使者，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伊亲自甲咱启示的。诗篇40篇第1节到11节，我内心听候上主，伊有暗耳孔听我的哀求，伊对死亡的陷阱，对土埋中甲我扭起来，伊互我行伫石板顶，互我的骹步稳固，伊甲我吟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有真侪人看到就敬畏来信靠上主，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无甲拜假神的人做伙。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阮正做真侪奇事，啥人会当甲你相比？你为着阮安排计划遐尼济。要讲嘛讲袂完，祭事甲礼物你无下意，烧化祭甲赎罪祭你嘛无爱。你有开我耳孔通听，所以我应讲我伫遮。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谈。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我伫大聚会的中间宣扬你公义的好消息。上主啊，你知我要一直宣扬，我毋捌将你的公义藏捌伫心内。我已经有讲起你的信息甲救恩。我毋捌伫大聚会中间捌你的慈爱甲信息。上主啊，你求你毋通对我收回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甲信息不时来保守我。感谢上帝赏赐救恩的福音，互所有接受的人拢会当得到。感谢主，互着阮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拢成做你的仆人。福音的使者有福，参与福音的工作。感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